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19节到23节。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禁食。禁食是犹太教非常重视的宗教礼仪，是从法律规范当中所延伸出来的一种礼仪。原始的规范是从赎罪祭的概念而来，规定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吃喝。我们比较容易常听到的是类似斋戒月，我们就回教或是斋戒这样的概念。这个宗教礼仪的目的是在借着自愿境界生活上的各样必须的事情，比如说食物、喝、睡眠、休息、交际等等的事情。这种不论时间长短的禁绝目标，是为了要让我们暂时从捆绑着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环境来脱离这样的捆绑，好叫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性的力量，专注于那看不见和永恒的事，就是上帝。后来犹太教将禁食就是赎罪祭的禁食发展成为叫做塔阿密特，意思呢就是折磨肉体和灵魂，使身体痛苦。那这个字常常用在禁食啊、苦修啊、赎罪、忏悔啊，类似伊斯兰教的这种斋戒的用语。在利未记的16章29节以及23章26节到28节都提到了禁食。每年的7月初10日是赎罪祭，那一天你们要禁食，要聚集敬拜上主，向他献火祭。那天你们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因为赎罪祭要在上主你们的上帝面前行赎罪礼。禁食其实是代表的人的谦卑，或是说要求人的要以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祈求上帝的赦免与恩典。起初摩西上西乃山40日夜，为了要见圣洁的上帝。经文并没有明记摩西上山禁食，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旷野的西乃山上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或者说摩西就是没有带食物上山，为了是要让自己更专心的寻求上帝。圣经的记载这样说：上主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你在这里的时候，我要交给你2块石板，石板上面写着我为教导我子民所写的一切律法和诫命。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准备好了，摩西开始走上圣山。摩西对以色列的领袖说，你们在营地里等我们，直到我们回来。亚伦和户尔跟你们在一起，如果有纠纷的事，可以到他们跟前来解决。摩西上了西奈山，有云彩把它遮着。
上主的荣耀降在山上，在以色列人民眼前，这荣耀的光辉仿佛一团烈火在山上焚烧着。云彩遮盖着山有6天之久。第7天，上主从云里喊摩西，摩西上去进到云里，他在那里停留40昼夜。即事实上，在出埃及记的34章28节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摩西在山上的40日夜是禁食的。圣经说，摩西在上主那里停留40昼夜，不吃不喝。他把这约的话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准备好了。专心向主应该是禁食最主要的目的，虽然这是一个外在的宗教行为，但是它的目的却是为了人的心灵。关于这样的赎罪祭是很可惜的，因为被犹太的拉比呢，这样的一个宗教行为增加了许多禁止的事情，包括了不可饮食，不可穿鞋与拖鞋，不可擦澡或是洗澡，不可抹香水或是香膏，以及不可有性行为。法利赛人甚至更变本加厉，发展到这个1周要禁食2次，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提到了法利赛人挑战禁食的这个冲突。有一次，施洗者的约翰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禁食，有人来问耶稣，为什么约翰以及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却不禁食？耶稣回答，新郎还在婚宴上的时候，贺喜的客人要禁食吗？只要新郎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不禁食。可是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没有人拿着新布去补旧衣服上，如果这样的话，新的补丁会撕裂破旧的衣服，使裂痕更大。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囊袋里，这样的话，新酒会胀破旧皮带，酒和皮带都会损坏。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禁食应该是要有正确的目标及态度，而不是一个千篇一律、漫无目标、没有正确的目标的规范。这样的要求是不符合禁食的目的。耶稣基督在开始传福音之前，他也曾经禁食40天，在这40的昼夜里面，就是为了要让自己更亲近上帝，从上帝那里来领受能力，就如同摩西上山禁食40天一样，他跟上帝亲近，领受了上帝的十诫。基督徒的禁食必须要好好的思想，正确的规划，有效的执行，让禁食祷告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更与主同行。
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述说上主做的大事？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啊，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求你记得我，拯救我。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我们都作孽作恶。19节到23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向手造的偶像跪拜。他们用那吃草之牛的像替代上帝的荣耀。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忘记他在埃及行了大事，在寒的地行了奇迹，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时，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挽回了他的烈怒，解除了以色列民被消灭的危机。恳求上帝让我们学习正确的信仰态度，无论是否进食，都能够与你建立正确而亲密的关系。愿意与主同行，领受上帝的救恩。我们继续要为雨杰的恢复祷告，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他，显明你慈爱与怜悯，赐下医治的恩典，让雨杰能够快快恢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